新竹某一间私立的顾婴仔中心，即马是有家长指控讲，老师会甲囡仔绑伫椅仔顶2点钟，甚至佫甲囡仔骂甲真歹听。囡仔转去了后，拢发现讲身躯常常有乌青，业者有生人过世。 8个月幼囡仔无细记跋倒，听甲妈妈吼，毋过边仔托育人员拢用目睭看尔，这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。新竹县竹北市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，互家长指控讲不当对待幼囡仔，包含甲囡仔绑伫接下来囡仔医疗顶面，一天至少2点钟，甲尿珠啊拼伫囡仔的头壳顶，佮用言语来侮辱囡仔身躯顶也定有乌青。我的小孩就一直在地板上这样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哭到他自己睡着了。如果今天 我的小孩倒在地上，是因为有其他的状况，那会有人发现吗？控诉的家长10日发现个案了后报警，新竹县府派员到托婴中心稽查，并且调30天内的监视器画面，业者否认乌青是托育人员造成，不过坦白讲照顾幼囡仔甲内部管理有出问题，涉案的2名托育人员已经随停职改聘，并且向社会处申请无限期的停业。我们的保育人员这个让孩子坐在帮宝椅上的时间过长，而且没有有效的去照顾他，我们的管理上也没有如实的去把这个稽查的品质做好。那也确定就是有违反儿少权法的相关规定，记出重罚。那这个裁罚的部分最高是到60万元。 这间托婴中心去年度评鉴，佮互社会处列作优等。县府即马确定业者违反《儿少权法》第49条，会对托婴中心甲托育人员分别罚6万到60万的罚金，并且公布托育人员的名声，也袂当佮做共职业，也降定做处罚。后续下半点，佮有名记的托婴中心协助幼囡仔转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